界12强最终是以第5名来坐收这个成绩虽然算是已经是今年来在世界级的大赛里面最好的成绩但是因为它赛制的关系，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奥运没有办法直接取得门票，所以接下来要在这个6强里面力求争取这样的一个门票。那回过头来，我们想说去年的这个12强的比赛里面，我们取得了4胜3败的一个这个战绩。那尤其是有7比0击败韩国队这一件事情我看到现在还是很多国人跟球迷津津乐道非常让人家振奋的一个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面对6强1希望能够争取到门票，然后再到奥运有个好的比赛。那12强结束之后我们也都没有休息直接就跟棒协还有体育署我们大家展开很多的协商我们在今年的1月底今年我们就达到一个协议就是要根据我们在2019年1月31号所订定的合作协议书的基础之下，我们补充了很多的合作的相关的细节让这一次这个6强1的比赛以及如果进入奥运的参赛跟举办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都已经定案，能够是说动洪一中总教练愿意担任这一次的国家队的总教练。我们在此特别谢谢富邦球团因为富邦球团他也是新任用这个洪一中担任总教练他当然希望他们自己新的球季能有所表现这个多少会有点影响他们的训练但是富邦集团是非常肯定我们去年整个中华队的一个表现，也希望能够让国人能够放心，所以他最终是同意洪一中总教练来续任那洪总也同意了那我们就非常高兴在这个过年前能够先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球迷可以比较安心。那另外在教练团的部分，我们今天也会跟各位先报告几位教练团的成员那这些是已经确定的。那另外还有几位呢还在走相关的程序中那我们先宣布几位已经确定的教练团的成员首先是这个首席教练是由富邦的郭建民来担任投手教练部分也邀请到富邦的吴俊良教练，外野守备的教练也请到黄甘霖教练另外我们的投捕的教练是高志刚高教练这个其他的部分还会陆续再来补强我们行政作业的关系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我就先跟大家说明那我们希望这一次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模式呢，我们在6强1也能够顺利的抢下这个门票。那我们中华职棒同时因为这一次6强1除了参赛以外，我们也取得了这个主办的一个权利这个是中华棒协签署一个授权合议虽然是签署我想3方我们都基于善意，也会把这一次的6强1的比赛办得相当的圆满让国人可以看到一个在台湾再次看到一个高强度的国际赛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祝福大家，谢谢。谢谢董会长的说明。没错，这次中华职棒跟中华棒协通力合作之下，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夺下东京奥运的最后一张门票。我们现在有请中华民国棒球协会辜仲亮理事长来为大家讲题话。我谢谢这个我们
组织的这个吴会长跟我们署长，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努力呢，达成目标。可是我必须要跟各位讲，困难重重，很多细节的我们必须要再努力。话不多说，先解决问题再说。我们共同努力，谢谢。谢谢副理事长。那棒协之所以可以通力合作，体育组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现在有请高俊组长来为大家致辞，有请高组长。好，我也跟着这个副理事长站起来但是我话会说多一点点那我想各位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3个人也在这个地方，为了12强的这个主训赛，那我们也见证了这个棒协跟中职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中职马上启动了情收计划小组。接着主训赛，所以我们从台湾打12强，打到东京，打到最高顶级赛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那虽然奥运门票没有拿到，这个就是这个顾立。